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，一位對段速、評分、步速都斤斤計較嘅專業評馬人。今晚跑馬地夜馬共11場，我以逐場研究馬匹近績同步速數據，依足準繩，為大家揀出信心4匹馬匹心水，一齊放眼全晚。第一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1號寶駿，梁家俊出戰，連場3仗兩段快段，火力持續。2號自動自覺巴道坐騎，同樣兩段連貫，腳法明快。4號安都段速穩定，步速配合。7號新力連場快段，表現進步中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650米，4號威威父子由潘明輝策騎，兩段快腳強勢，放頭有望。12號無敵精英楊明倫搭配，段速穩步，末段凌厲。2號風雲腳法有力，可穩守3甲。5號碧海藍天末段爆發力強，形勢配合。第3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2號領航才子潘頓主理，連場兩段快腳，拍住上。8號神驅馬靈由梁家俊出戰，段速有力，準繩連貫。3號都靈勇士霍宏星坐騎，走勢穩定。4號東來欣賞亦具段速支持，形勢不差。第4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3號精算謀略巴道執韁，兩段快斷腳頭勇。7號黃隱福星田泰安主理，步速持續向好。9號美麗歡星艾少禮騎，段速銳利，鬥心十足。2號三軍勇張布文坐騎，功力亦不容小覷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0米，6號精益大師由班德禮策騎，3場段速區階，具主宰力。8號辣德金賀銘年上陣，連場段速擁爆。11號亮寶潘頓操刀，前速快身位。12號遙遙日上巴道出戰，兩段凌厲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7號烈寶勤布文搭配，3仗穩定表現突出。6號天下寵兒潘頓主理，兩段走勢有力。11號快樂老窩梁家俊策騎，表現穩步提升。2號超強60黃志宏操刀，末段夠狠。第7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5號安康萬里由潘頓主理，3仗兩段全紅，熱膽級。3號無限美麗布文坐騎，段速有爆炸力。6號樂勝天下梁家俊策騎，兩段快腳屬頂級。1號唐武士段速強橫，可爭一席。第8場第3班草地1650米，2號有財有勢艾少禮上陣，連場段速紅腳，有力爭勝。6號佛亮老窩潘頓再度出擊，步速凌厲。12號哈羅威楊明倫操刀，評分勢頭強。9號紅海勁巴道騎，段速理想，博冷可取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1號天竺貓賀銘年坐騎，3場高分腳法，出腳猛勁。3號電源之軀巴道主理，3場兩段火爆。7號伊神艾少禮騎，兩段快段穩定。9號騰龍四海潘頓出戰，腳法連貫穩守3甲。